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，鼓励着你的歌声。因为咱厝的歌，朋友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气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。唱出咱心声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村民、头家兄弟姊妹，大家暗暝好。各位朋友、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暝好。哎，这道就是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。你唔通袂记哩，顶礼拜，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的这个对抗，我跟你说，虽然吼，在咧顶一期的这个初赛，阮的这个虾米队是全军覆没，啊，这个大声队是高唱凯歌，但是呢，风水轮流转，风水轮流转，无办今仔大声队全军覆没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观众朋友，赶紧家己手机来参加阮的投票，922加上你猜中的5冠军的编号，发送啊到10628882。无哒，阮就从中来选出一位的幸运观众，可以拿到这个大奖。这个奖品就是由泉州全武上庙提供的，价值2188块的山水抽油烟机一只。咱那个冠军上升以后，得到下一个的这个初赛来抽奖，所以赶紧家己手机来参加投票。咱的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民生银行泉州分行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卫视酒队，感谢宜家中心的支持。欢迎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来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各位。是为大家介绍咱上届专业的评委老师，首先是咱的陈江峰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欢迎。来，再来是咱的王景兰王老师，王谢欢迎。参加咱的唱歌拼输赢吼，唔那是参加比赛那尔，咱嘛有出名气哦。对，但是咱的黄雅诗参加个人的演唱会，是唱歌拼输赢第2年度总冠军，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，马上进入第1轮。唱歌拼输赢初赛规则：第1轮，每场6名选手赛船抽考，1号、3号、5号为虾米组，2号、7号、6号为大声组，1号跟2号 PK，3号跟4号 PK，5号跟6号 PK， 分数规个晋级，有3位选手同意晋级。大声是大声诶，大声无一定就会赢啊！小虾米今仔日派出的第一个这个唱歌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我讲伊说哦，马上派出来阮第1位哦。苗条，人拼唱歌是真大声，唱歌嘛真大声，就对。是，咱先来看伊的 VCR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中武大洲的丁义宪。这摆来参加唱歌拼输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。34年前想要来参加这个节目，但是歌社还佫练无到迄程度，一直唔敢来。今年甲上这歌社，咱佫有淡薄，我淡薄恩美，也经常看连老师咧教淡薄我学生去，经验咧吸收咱淡薄经验。落来海选一摆，通过这海选，都安尼顺顺利利吧。这大小舞台，像这种水场就出乜分，出到八落，经常去水场，经常我人去想，从大舞台不来行着行到这大舞台，是我一生中感觉也欢喜也荣幸。7号选手李kim参赛歌曲是《爱情落单》。爱情若是水有落单，我的心就袂这乱。阮一暗深想做梦，为你痴情迷乱，这段情这遗憾，幸福路途遐尼遥远，无来爱情的落单，无来也着甘愿，无来哪会只有比无缘为情
着甘愿，无来只有悲无款，为情为爱做工人。来看你的分数，来90.90分，90.50分，90.90分。是张艺兴的平均分数是90.77分。好，是。好，谢谢。马上看恁的。阮这个是504哦，闪闪啊，唱歌真够唱。哦，有影无影？对，有影。那孙耀关也 VCR。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孙宏南，来自南摩石井。迄句也紧张，头一摆面对正式面对遐侪评委参观众，感觉说怯场，因为这段时间算有经常咧唱歌嘛哦，经常算对舞台熟悉也是比较拢会，如果徛舞台头条就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不过对家己是比较吧，也久已经无紧张的感觉了，希望试摆看有无。背后选手洪南参赛歌曲是妈妈的愿望。阮的故乡甲妈妈的乡，永远印在阮心头。故乡的愿望甲妈妈的歌声，予阮认真地打拼。毋免贪心，做人爱公正，万事拢有天地看。只要认真，免惊我歹命，天公一定会听望听。妈妈的梦，只有希望有平安。不管做也好呀也善正，妈妈永远会听命命。来，看伊的分数。洪南90.70分，90.70分，90.70分。所以的分数是90.70分。大好神，你看，阮的张艺兴90.77分，所以是阮胜出，庆幸无？恭喜伊钦，但是洪南，咱等下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继续加油，继续继加油，续继续哈，谢谢。我这是马上就得罪你了。马上入这个是咱的这个虾米队的回魂，咱先来看伊的 VCR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大香区的苏慧伦。这摆来参加唱歌表演啊，是因为家己也希望闽南语吧。自细汉的时阵，在14岁的时阵，听到一首《感谢你的爱》，我在歌单勇敢到，我感谢我的厝内人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希望了闽南语歌。唱歌表输赢，有名无名皆是赢。9号选手回魂参赛歌曲是人生的歌。爱唱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歌。有时失望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唱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心愿。有时亲像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歪过头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歪过头去看，人生过一半，煞不知如何来唱一条歌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都是
话。90.50分、90.30分、90.70分。是回分的平均分数90.50分，嘛无低哦。来，回分先休息者。是。好，阮这就看恁的这个对手了吼。是。不过这摆恁的这个对手有淡薄淡淡啊，因为小林才伫咧顶一我才随来参加比赛里吼，知影伊的实力。是。啊，你咱先来看伊的 VCR。观众朋友，咱又见面了，我是来自浙江的小林。我爱唱闽南歌，也是因为唱歌拼输赢的关系。因为我会记得阿早之前后一摆来参加唱歌拼输赢的时阵，我要去海选的歌地图也去唱袂完整，一直从开始参加唱歌拼输赢到截止，也有经过2-3年的时间咯。当我对闽南歌的处理甲表现有真够大，非常大的进步，有互人唱20-30首闽南歌。希望后壁我继续加油，各位观众朋友继续给小林支持，谢谢。被小林带来的歌曲《今生为你》。今生我愿意，一心对你。一生予人从庇，我人情的含情，今生为你啊，感情多，永远亲像无地深刻。今生为你啊，付出的，永远无人讲超过。到蜜甜的话，有一天无通做。今生为你啊，感情多，永远亲像无地深刻。今生为你啊，付出的，永远无人讲超过。到蜜甜的话，有一天无通做。来看伊分数，91分、90.70分、91分。电小林平均分数90.90分。哎呀，恭喜啦，恭喜啦吼！不要紧，阮还有最后一粒棋咧，搁来拼一摆咧咯。好势，来咱先来看阮这位选手的 VCR。嗨，欢迎来到阮全港的盐埕。然后咱这泉州市的盐就是安达出的。曾晓晴来自全港区山药店，是一个有活力、有个性的查某囡仔。伊从细就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，经常对盐场帮助厝边头要做代志。虽然有阵时骹手唔是翻去接，但是盐场的工作人员都还阁喜欢伊。有啊！来到晓晴厝内，伊阁开始无闲起来咯。你看啊，伊这暂时正咧交伊80岁的老爷妈做点好水鸭餐，加地头，擂高精彩，帮荔枝开的花圃园剪花，比较松软，比较适合的花生长。剪草，花物件相当无闲，确实是一位劳动模范。伫咧08年的时阵，有来咱唱歌拼输赢比赛着吼，厝内人伫咧电视顶看到我，然后对我唱歌就也支持咯。即摆搁来唱歌拼输赢呢，主要就是说想要搁来拼一个摆看成绩啥款。阿厝朋友已经将我遗忘掉了，然后所以说，搁来闪亮登场一下，加深印象啦。有请调景参赛歌曲时，得剪恰恰。音声一直亮，一直亮，又来到精彩的礼拜六。清新衫洗头脏，胭脂我红红，阮就是阴暗的主角。电话声一直亮，无闲甲你讲，阮要来洗妆又打扮，条件些水当当，香水喷香香，阮就是阴暗的主角。热情的恰恰，热
越跳就越爱热情恰恰，越跳就越海里的西瓜。Oh yeah, I want your body. I want your sexy body. Come on now, don't be shy, girl. 热情来恰恰，热情烈如火。Oh baby baby， 情话轻轻说，热情的沙漠，爱的小花朵。Oh baby， 跟着感觉走，热情的恰恰恰恰，想要的走在热情恰恰，越跳就越爱热情恰恰，越跳就越海里的西瓜。热情恰恰，越跳就越爱热情恰恰，越跳就越海里的西瓜。大声的，你看，我们热情如火，我无法度安尼跳舞，你知无？都对啊，而且哦，从开始音乐放落开始哦，就开始电臀，无一停的。无法度。来看分数91.10分，90.80分，91.10分。小型的平均分数是91分。好，91分哦。哦，大声哎，好，谢谢小琪。安尼啊哈，目前咱的比分呢是1比1嘛，头一位阮晋级，第二位你晋级。不要紧，阮派司机出来。司机来看伊的 VC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洪大的黄舒钦，也欢喜这摆个再次跟大家见面咯。我是普通话叫黄舒琴，正常都不会把我的名字写正确的，有写那个苏东坡的苏，还有的写那个舒服的舒，还有那个群，有的帮我写成群众的群了。当初时我来的时阵，这个行业的时阵是。可说是最年轻的一个，到今年也属于说50年过来，属说这个老师傅了，我安尼说。这个行业嘛，佮辛苦，有的来3个5个，有的就无法坚持，有的就换行业咯。伫咧5、6年前对比在咱工厂内面的行业哦，说工资有占优势，但是这句我看伊安尼说，对比工厂内面的行业哦，这已经完全无占优势咯。即摆重出江湖，即摆加出来的歌价是淡薄仔难度的歌，所以我会用心去唱，好好去唱，好好表现，用最好的一面献给大家。苏琴参赛歌曲是唱歌互你听。细汉甲爸爸妈妈因咧学念歌，大汉去拍无西餐厅表演予人看。对日本时代的歌唱甲即马，对唱别人的歌唱甲家己的心声。啊，毋知经过偌济风风雨的生活，啊，毋管别人安怎甲阮看，只要阮认真唱歌，伊就是阮的生命。阮要唱甲上大声，我要来唱歌。虽然这条路是真歹行，只要咱唱甲上大声，啥物拢嘛毋免惊。我要来唱歌，不管是出名也是袂出名，只要咱唱甲上大声，天地拢嘛会知影。莫甲阮惊。虽然这个社会黑暗路歹行，但是阮的人生用心真少听。有你甲阮斗阵陪伴，永远袂孤单。
甲上大声，啥物拢嘛毋免惊。我要来唱歌，不管是出名也是袂出名，只要咱唱甲上大声，伊要拢嘛会知影，莫甲阮听。唱歌，唱歌予恁听。你就往超过91分才有通进去。来，看卖伊的分数。90.90分，90.60分，91.20分。吴淑琴的平均分数是90.9分。哇，差一滴啊！所以是阮晋级了，恭喜小姐！恭喜！来，咱也请村的另外5位选手请上台。来，有请。有请。咱听老师为咱点评者，到底咱所谓6位选手的这个新丁优点、缺点是什么？是来7号选手呢，这个音准要注意。哦，音准，抑个一个准的种音啊，唔通落土，啊，唔通落土像像古歌像咧准，哦，8号选手唱了句也好实，哦，啊，主要是长音的气息无要支持，哦，长音支持无够呀，哦，这个9号选手呢，也是音准问题，这较少方法较别，咱叫较唱歌较别，哦，较少方法。第10号呢，唱长音嘛，唔通食落去，长音要送出去，不要吃进去。11号小琴，哈，今仔日伊的表现，我感觉规个画面非常的好看，但是有一点建议要互你，就是唱快歌呢，这个动作咯，肢体语言也关键，但是也重要。伫咧唱顶面，你家己就要较清楚咧，然后。一个是12号选手抒情吼，我要等你一点仔建议，就是说你伫咧唱这个唱歌，互恁听这条歌的时阵，每一句的最后一字字加了，感觉伤过太重了，可以较轻淡薄，才袂感觉咱唱歌变做一条线，要让它有一点起伏。好，谢谢，希望恁继续加油。唱歌起起伏伏啦，感谢平宇老师。那请台顶的选手先落场准备。是。来，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2轮。第2轮，暂时晋级的3位选手，抽考为4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第1位直接晋级，其他2位台顶。7号选手伊钦，那么应战的歌曲是？嘿，无情的爱人。今夜风若吹，咱的情顺偌济，你在我心肝底，同款无人通代替。今夜雨若过，你的心要倒水，我在你心肝底，已经别人来代替。风吹，风若吹，咱的爱就随风飞。雨过，雨若过，你的人要倒找？无情的爱人枉费我对你付出这么多，你敢袂后悔？风吹，风若吹，咱的爱就随风飞。雨过，雨若过，你的人要倒找？无情的爱人枉费我对你付出这么多，
第二轮10号选手郑少林，人生啊人生。为何感情破一日，想着你我袂分开，两人无明的坚持，心内一分无人知。无奈人生啊人生啊，长线情是保袂离。孤叹人生啊，人生啊，缘分煞到这为止。我通看着你，你的手竟然掺着泪，想要挽回无勇气，只有点点啊来离开。无奈人生啊，人生啊，长线情是保袂离。孤叹人生啊，人生啊，缘分煞到这为止。我通看着你，你的手竟然掺着泪。想要挽回无勇气，只有点点啊来离开。11号选手曾小晴要改演唱歌曲就是《练武功》。我来练武功，我来去武英风。我来练武功，我不是鲁新娘。一步，请评委老师为7号选手易钦来拍分，90.80分，90.80分，91分。因为易钦的平均分数是90.87分。好，谢谢。来90.87分，小林这分数你就记了。请评委老师为小林拍分，91分，91分，91.20分。第小林平均分数是91.07分。哦，91.07分，目前有赢阮的这个易钦，但是阮还阁一个小情咧哦。来咯，来武功咯，来，请评委老师评分。90.90分，90.90分，91.30分。来，小晴的分数是91.03分。所以真气袂死。
的少年，刚才1.07分。微弱的分数之差哈，差几叔叔啦！好，继续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三轮。第三轮，第一轮 PK 台顶的3位选手抽口为4，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得分最2位暂时晋级，后1位淘汰。第一位是这个洪兰，伊嘛要来挑战这首歌曲，叫做《练武功》。练武功。9号选手苏慧芬，无人识识。来到今嘛才知影，原来因定甲这里我，朋友的感情煞来予伊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，双时的目睭来地讲白菜，予我心肝头是疼不已工。我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，找一个无人识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到了的酒后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，找一个无人识识。所在，困恼一面、2面、3面，亲爱自由飞，对因的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找一个无人识识，几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12号选手黄淑萍勇出江湖。原来日子已经过去，心爱你着体谅。黑暗的是非，完背世界，
叫我好气好强，是我个性太倔强，也是社会黑白反常。一个声音叫着我，叫着我，中出江湖，唔通阻挡我的路。我袂搁再认命，袂搁再让步，中出江湖，已经斩断阮的退路。无论有偌济风雨，用生命拼前途。中出江湖，唔通阻挡我的路。我袂搁再认命，袂搁再让步。中出江湖。已经斩断阮的退路，无论有偌济风雨，用生命拼前途。谢谢，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8号选手红蓝来拍分，来90.70分，90.60分，90.70分。孙红蓝的评估分数是90.67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再来是咱的9号选手回魂，请评委为回魂为9号选手来拍分，90.60分，90.80分，90.60分。回魂的评分数90.67分。比分哦。啊，请咱来看这把这个，来，咱先看12号分数。对。来，请评委为苏琴来拍分，90.80分，91分，91分。苏琴的平均分数是90.93分。所以说，咱的这个苏琴暂时晋级顺路准备。苏琴先休困一下哈。好，两位平分90.67分，90.67分，按照后尾排顺序咯。随时看咱红蓝的表现。白灵西小姐。时间30秒，确保是选的是人生的歌，人生的歌，来。我过头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我过头去看，人生过袂一半，煞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人生的歌，来，你请回魂，来，你要参赛的歌曲是命粉。请你疼惜阮的心，不是一句情话着准算，不免对阮用心机，阮的感情单纯只爱你。轰轰烈烈的过程，每一个女人拢想要知，阮的期待，不是一句我爱你。到底是咱的8号选手可以晋级，还是咱的这个9号选手可以暂时晋级呢？3、2、1，8号1票，9号1票，9号2票，所以晋级的是9号。虾米队？咱来随这个回魂顺道场，准备下一轮的比赛。其实吼，因两个真正是水平相当，咱是说实话啦吼。系啊，但是这个中间到底是需要多一寡这个建议来互咱你选一位评委老师。也是。本在我是感觉第2首歌是有比第1首较好有加分的，但是说你第2首歌可能因为无啥熟，所以压做所在皆有拍子没卡上的这个问题，所以说有淡仔遗憾啦。但是我希望你继续加油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一定愈想愈好，好，感谢。民生生活卡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4轮。第4轮，第2轮台顶的2名选手，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2名选手，以球口组队 PK， 由评委拍分，1分分的直接晋级，1分加淘汰。来，所以咱下组来 PK 一下，为我们参赛的歌，爱甲超过，爱甲超过，来，这个怡琴，心痛，
A 组的 PK 马上开始。永远相信，不相信接到你这段话，一字一句行天动地，伤人的话写甲遐哩干脆，西城的人生好亲像静沉的乌云，变乌变。失去控制，爱到最后，阮已经无路去。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，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，是爱你爱到超过，失去控制，举我手来做情伴。失落的花，予风雨经过，花蕊。失去控制，爱到最后，阮已经无路去。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，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，是爱你爱到超过，失去控制，听我手来做情伴。A 组 PK 选手7号已经心痛。窗外的雨声将梦打破，面前的风也将咱拆散。阴夜的灯火冷淡孤单，咱的情路愈来愈寒。爱你胜过我生命，离开你的心甘袂痛。有啥人爱你比会过我？爱你胜过我生命，离开你的心甘袂痛。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。无论海水的重，无论石头的热，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。爱你胜过我生命，离开你的心甘袂痛。有啥人爱你比会过我？我爱你胜过我生命，离开你的心甘袂痛。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。无论海水的重，无论石头的热，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。请评委老师为咱的这个回魂9号选手来拍分，是90.60分、90.70分、90.70分。回魂的平均分数是90.67分。是，那么伊钦你只有超过90.67分，才有放晋级咯。来，是，请评委为7号选手来拍分，90.80分、90.80分、90.90分。伊钦的平均分数是90.83分，所以进入复赛是张怡钦7号选手。恭喜！好，谢谢两位。来，感谢，谢谢。
啊，搁最后一张门票，到底什么人有法加去呢？最后的这个比赛就决定了，一个是大声队，一个是咱的虾米队。哎，虾米队今晚要派出什么人？派出阮最动感的庄小晴。好，伊要唱的歌曲就是《甜蜜的情歌》。当我突然传来一阵吉他声，吉他伴着真好听的歌声，原来就是伊在唱歌，唱着一首情歌，讲伊爱着我。啊，好伊嗨哟，伊呀好伊嗨哟，伊讲我是伊的心上人，啊，害阮的心情又搁欢喜又搁惊。悄悄讲，阮听无啦。伊讲小姐小姐，请你莫惊，请你听我搁唱一首歌。甜蜜的情歌你爱听，我着每天拢来唱歌予你听。好伊嗨哟，伊讲阮是伊的心上人，害阮的心情又搁欢喜又搁惊，对伊悄悄讲阮听无啦。伊讲小姐小姐，请你莫惊，请你听我搁唱一首歌，甜蜜的情歌你爱听，我着每天拢来唱歌予你听。我着每天拢来唱歌予你听，我着每天拢来唱歌予你听。12号选手黄舒琴大声队命中注定。看着你孤单行伫路边，雨花甲冷叽叽，我的心已经坠落万古手。想起过去的甜的蜜语，一句一字藏在心边，如今变成一夜一夜的断肠诗。啊，随风去，啊，我想要爱你。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。今生唱的歌是对顶世人，就已经写。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。只有在梦中，咱才有缘过来作伴。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。今生唱的歌是对顶世人，就已经写。爱着你是咱命中注定，离开你是咱前世的命。只有在梦中，咱才有缘过来作伴。只有在梦中，咱才有缘过来作伴。请评老师为11号选手曾晓晴来拍分，91分，90.90分，91.10分。曾晓晴的平均分数91分。嗨，你看阮的虾米队91分哦。虾米队91分。请评委为咱的这个12号选手舒琴来拍分，91.05分，91分，91分。好，91分，平均分数91.02分。谢谢。所以晋级的是大声队的大声队的舒琴，欢迎各位挑战。那么今天呢，晋级的是
苏琴、小林、10号选手以及咱的7号选手哎李琴，恭喜三位！希望三位在咧复赛时阵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民生上午卡唱歌表演，愈唱愈出名。今日节目就到这搭了，再会。再会，拜拜。为止，我痛看着你，你的手紧啊掺着你，想要挽回无勇气，只有点点啊来离开。